大家好，我係港財哥。最近外網有一條無人機偷拍嘅片放咗出嚟，成個華爾街同埋矽谷嘅投資圈即刻炸開咗喎。喺德州基嘅 Texas 嘅出車場，竟然密密麻麻駁滿咗幾十部連軚盤同埋腳刺都冇嘅 Tesla Cybercab。網上好多師兄即刻喺度鬧爆，話 Elon Musk 肯定又喺度搭棚呃人，做部得2個位嘅車仔，仲要連到後鏡都慳婆，擺明係草菅人命，搵散戶啲錢同埋大眾嘅安全嚟教飛。但係大家冷靜啲諗深一層，你試下企喺一個真係揸住盤數嘅老闆角度去睇呢件事。當你見到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去到2026年3月中嘅最新報告，Tesla 嘅 Robotaxi 喺無人監督狀態之下嘅事故率竟然係零，而對手 Waymo 同期已經有58單意外，Zoox 都有3單。你再睇睇達拉斯嗰邊嘅真實早期乘客營運數據，搭2.25英里嘅路程，大約7分鐘車程，收費只係$6.15。蘋果叫一架普通 Uber 或者對手 Waymo 足足56%。呢啲冷冰冰嘅數據擺喺眼前，你仲覺得呢個只係一個呃水魚嘅雞棚？其實呢個係一場準備將傳統汽車工業同埋網約車市場連根拔起嘅行為打擊，一場用極致工程思維同埋算死草嘅商業計算去顛覆常理嘅革命。大家要明白，做生意最忌就係用舊有嘅框架去量度新事物。好多人覺得做車就係要大，要坐得舒服，要一家大細都坐得落，呢種就係典型嘅買辦思維，即係左手交右手，見人哋買7人車好賺，自己又跟風去砌一部，完全冇諗過個產品係為了解決市場上咩真實痛點。做實體生意最緊要係計死數，即係租金、燈油火蠟同埋人工呢啲硬成本。你搞網約車生意，最大嘅成本係咩？唔係部車本身，而係個司機嘅人工同埋個平台抽嘅水。而家 Elon Musk 點樣拆解呢盤數？佢嘅工程團隊發現咗一個極其殘酷嘅事實，就係平時街上面行緊嘅的士或者 Uber，超過80%嘅時間都只係載緊1個或者2個人。你用一部可以坐5個人嘅大尺寸房車去運咗1-2個人，中間浪費咗嘅電能、損耗咗嘅車、用咗嘅路面空間，全部都係燃燒緊投資者同埋客嘅錢。Cybercab 點解一定要堅持做2座？因為佢根本唔係買俾你做私家車，佢係一部徹頭徹尾為咗極致營運效率而生嘅揾錢機器。車身細、重量輕、用電少，保養成本直線下降。車廂入面冇軚盤冇腳切，即係慳翻一大堆機械結構同埋維護費用。呢種將硬件簡化到極致，然後用軟件去控制全局嘅玩法，就係真正做產品嘅思維。做呢種深度嘅商業復盤真係好嘥時間。你哋嘅熱推就係財哥最大嘅爆肝動力。如果你覺得財哥拆解得夠通透，麻煩順手撳個熱推支持下原創。我哋繼續拆解落去。講到計數，我哋要好似會計師查數簿咁，逐筆數同佢算清楚。傳統車廠嘅利潤來源係買車嗰一下，買完之後最多賺你少少保修同埋零件錢。但係 Tesla 搞無人駕駛 Robotaxi， 佢係將部車變成一個會自己行去接客嘅 server， 一種 Vehicle as a Service 嘅商業模式。一部 Cybercab 喺生產線上做出嚟，成本可能只係2-3萬美金。當佢落地之後，佢可以每日24小時不停咁運作，除咗充電同埋基本清潔，佢唔需要食飯，唔需要去廁所，唔會要求加人工，更加唔會同個客嗌交。我哋當佢每日跑300英里，每英里收你1蚊美金，一日就已經做到300蚊生意。扣除極低嘅電費同埋折舊，一部車嘅回本期短到嚇死人。當產能爬坡，成千上萬部 Cybercab 喺全美國甚至全球各大城市鋪開，
呢個就係一個識得自動印銀紙嘅超級網絡，但係要撐起呢個龐大嘅網絡，背後嘅大腦一定要極度強大。呢度就牽涉到另一個極度核突嘅資本局。Elon Musk 最近確認咗 Tesla 嘅下一代 AI5 晶片已經完成咗流片。流片即係咩意思？就係個晶片嘅設計圖紙已經完全鎖定，交咗俾台積電同埋三星呢啲晶圓代工廠去進行物理製造。呢個係一個洗濕咗個頭就返唔到轉頭嘅階段，因為一旦開冇生產，如果要改設計，閒閒地都要抌幾千萬甚至過億美金落海。Tesla 咁行到呢一步，即係證明佢哋內部對 AI5 嘅架構有200%嘅信心。呢塊 AI5 晶片嘅算力比上一代黑不了4勁幾倍，記憶體帶寬大幅提升，專門為咗實時推理同埋超級電腦集群而設。以前啲車廠仲喺度研究點樣將張凳整得舒服啲。Tesla 已經將部車變成咗一部擁有接近人類判斷能力嘅移動電腦。當所有競爭對手仲喺度依賴極度昂貴嘅激光雷達拉達同埋高精度地圖，即係要靠預先畫好晒條路點行先識得喐嘅時候， Tesla 係用純視覺神經網絡，通過海量嘅真實行車數據去訓練個 AI 點樣好似真人咁去理解個世界。呢種做法一開始好難，錯漏百出，但係一旦跨過咗個門檻，佢嘅泛化能力同埋擴張速度係指數級上升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場景。有次我喺中環一間茶餐廳同一個做開傳統車行生意，手上有過百部搵食車嘅老細傾善幾千萬嘅融資 project， 本來大家都傾得好地地。對面個客突然收到個電話，跟住面色一沉，成個人飆冷汗，跟住反口唔認賬，話筆資金要抽走去填另一邊嘅窿。點解？因為佢哋見到內地同埋美國嘅無人駕駛網約車已經殺埋身，達拉斯同埋休斯頓已經無聲無息咁上線咗無人監督嘅 Robotaxi 服務。佢哋車隊入面嗰啲舊款燃油車嘅殘值一夜之間跌到阿媽都唔認得，銀行開始勒緊褲頭要求 call loan， 成個資金鏈瀕臨斷裂。呢種跨界打劫有外行顛覆內行嘅恐怖觀察，真係血淋淋。傳統車行老闆以為自己最大嘅敵人係隔離街另一間車行，點知真正攞佢命嘅係一間社區嘅科技公司。呢個就係被科網巨頭撳住槍嘅無奈。你以為你仲有得揀，其實個市場已經俾人喺底層邏輯上壟斷咗。當無人駕駛嘅成本壓到極致，普通司機根本冇可能用人力去同步唔使休息、唔使供 MPA 嘅機器競爭。更得人驚嘅係 Tesla 嘅擴張策略。根據網上社區追蹤者嘅數據，Tesla 已經喺全美國39個城市秘密進行緊測繪、請人同埋測試工作。佢哋唔係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咁慢慢開拓，而係多點開花，同時鋪設基礎設施。一旦法規容許，就可以喺短時間內全線引爆。呢個就係點解 Giga Texas 嗰邊會出現咁多冇軚盤嘅 Cybercab。有軚盤嗰批係用嚟收集數據同埋俾工程師喺緊急時候接管嘅測試版。當冇軚盤嘅版本開始大規模排隊出廠，即係話內部嘅撞擊測試同埋驗證階段已經去到尾聲，準備好迎接大規模嘅商業化部署。但係你諗深一層，呢場遊戲最得人驚嘅位喺邊？就係佢利用緊大眾對新科技嘅恐懼同埋資訊差嚟做資本運作。市面上大把散戶仲喺度笑 Tesla 唔裝激光雷達，話純視覺方案實死冇生，見到股價波動就驚到斬倉。呢啲就係典型嘅割韭菜項目嘅底層邏輯。莊家最中意就係散戶睇唔明。當你仲喺度猶豫嘅時候，華爾街啲大戶已經計掂咗條數，知道 Tesla 嘅估值邏輯已經有一間買硬件賺微薄利潤嘅傳統車廠，
直接躍升為一間買高毛利出行服務嘅科網巨頭。佢話俾個市場聽，我唔係買車，我係買 AI 算力同埋交通網絡。呢個故事一講出嚟，估值模型即刻要重新寫過，市盈率可以俾得幾高得幾高。呢啲資本市場入面最高級嘅戰術，普通人如果冇足夠嘅認知，好容易就會喺最底部被震出場，然後眼白白睇住人哋股價一飛天。仲有樣嘢好搞笑，Elon Musk 嘅局從來都唔係單一嘅。當地面上嘅 Cybercab 準備顛覆交通，佢旗下嘅 Boring Company 喺地底都靜悄悄咁起緊革命。拉斯維加斯嘅 Vegas Loop 隧道系統已經去到擴展嘅關鍵時刻，西門站通去機場嘅第二條隧道已經打通咗，工程人員已經倒緊石屎起入口。有真實用家試過，本來由機場搭 Uber 去酒店要$45，仲要塞車塞到嘔，但係用地下隧道系統，唔單止平一大截，仲要完全暢通無阻。呢種立體化嘅交通解決方案，配合埋自動駕駛嘅車隊，根本就係將成個城市嘅血液循環系統重新洗牌。而且呢個模式已經開始複製去德州嘅其他項目，即係話拉斯維加斯只係一個大型嘅試驗場，成功咗就會倒模咁複製去全美國甚至全世界。再睇遠少少，你會發現 Elon Musk 旗下嘅公司其實係一個互相緊扣嘅生態圈。搞腦機接口嘅 Neuralink 最近請咗個猛人 EMR 做產品首席工程師。呢位仁兄以前係做機器學習同埋電腦視覺嘅，即係教部電腦點樣去睇同埋理解呢個世界。點解 Neuralink 叫請個搞視覺嘅人？因為佢哋下一個重點項目 Blindsight 就係要解決人類失明嘅問題，將鏡頭捕捉到嘅影像直接轉化做大腦可以理解嘅神經信號。你諗下 Tesla 嘅自動駕駛係教部車去睇路，Neuralink 就係教個腦去睇嘢，背後用嘅底層 AI 邏輯同埋視覺識別技術根本就係同出一轍。呢個大佬喺度下一盤你睇唔明嘅大棋，將人類嘅物理移動、地下基建，甚至係大腦神經網絡，全部用 AI 串聯起嚟。講到底，財富自由之後，我睇錢同埋睇生意嘅態度轉變咗好多。有以前後生嗰陣嘅求全同埋搏殺，變咗做依家嘅求穩同埋尋找真正嘅護城河。真正嘅護城河唔係你間廠有幾大，或者你請咗幾多個員工，而係你個商業模式有冇辦法喺未來10年甚至20年裏面抵抗到經濟期同埋顛覆性技術嘅衝擊。Elon Musk 今次推 Cybercab， 表面上係造車，實際上係焗一個巨大嘅算力、數據同埋能源網絡。大家千祈唔好只係當食花生咁睇呢單新聞，以為只係外國嘅科技八卦。如果你自己做緊嘅生意或者打緊嘅嗰份工係依賴緊中間人賺差價，或者係做緊一啲高度重複性嘅勞動，咁你真係要非常小心，因為喺 AI 同埋自動化全面普及嘅浪潮面前，行為打擊係唔會同你講任何感情嘅。時代淘汰你嘅時候，連一句再見都唔會同你講。呢個世界永遠都係醒水嘅人食肉，睇唔明嘅人埋單。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深度嘅商業拆解，及早認清個局勢，提升自己嘅認知，唔好做咗被時代巨輪剪過嗰一班韭菜。